做綠茶月餅。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啊！有一日，晶晶嘅叔叔帶佢去參觀佢平時做嘢嘅餅鋪工場。我哋每年中秋節都會做月餅送俾有需要嘅人。想學整月餅，做月餅嘅步驟唔容易學，我簡單同你講下啦。我明啦。我返屋企之後，請媽媽同我一齊試整月餅。爸爸媽媽同晶晶喺屋企一齊整冰皮月餅，準備喺中秋節嘅時候送俾啲親友。喺中秋節嘅夜晚，晶晶一家人約咗爺爺嫲嫲同埋叔叔一齊去到公園度賞月。媽媽帶咗親手整嘅月餅同大家分享，叔叔就